毋过大家一定爱看阮专家有智慧，爱看哦。是会互你知影足侪知识的哦，哈。请问华语的肥皂，台语有人讲伊是地壳啦，啊地壳这个名是为什么物件来的呢？应该是第二个 B 哦，吼。哦，我看是应该呢。古早人用地油煲来洗嘿，洗物件，油会当做杀蚊呐。是油是本来是用这杀蚊要做的时候要用油啊，是，对吗？吼，OK， 啊，阮意见都共识的。哦，咱就有共识呢，别巧你看。哦，时间阮送你，啊，搁剩几秒送你，如果你选 B，白厝都白付啊，恁对这个知识拢应该拢知哦。那这厉害啦！白厝爱上圣文啊。不是，爱个人客爱会当开讲。啊，对对嘿啊，逐项拢爱吼了解，所以麻烦你教阮台语的知识，吼，啊，拿要要做先讲讲，这就重要，这就重要。嘿，一定爱重要。加减选。所以讲你的答案是 B，古早人哦好 ，B 确定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古早人用地油泡来洗物件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！你应该讲这节目那真好看啦！对啦，这慢慢就送啦。恭喜哦，我赚到8000块咯！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。老师，迄个古早人吼，迄个地址吼，摕去迄落像迄个地下油吼，啊，迄个泡吼，伊家做一个圆才大颗吼，啊，咱迄叫做地壳，啊，会使摕来洗物件，啊，所以到即马啊，佫有人用地壳这个名来称呼咱即马新的洗物件的这个产物。